嗱，聖經講釋迦提出一個簽人書13至13節，係咪人看唔起上帝嘅反應？係咪人看唔起上帝嘅命令？擔家嘅後果？但係係咪人順服上帝嘅命令？要相信上帝嘅福音，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得到佢嘅利息，得到上帝嘅公價。那所以釋迦才要順服上帝嘅命令，才撒回利行道，釋迦得到嘅最後嘅恩典，唔係擔家嘅後果。因為到佢講係咪人唔順服，唔看唔起嘅命令？擔嘅後果，嗱，喺呢個馬太福音5至6章講釋迦啲最快樂、最得福嘅人啊，就係要妒忌嘅妒黑上，咪啦，要妒忌嘅妒黑一個真理嚟講，基本釋迦嘅心中你得到滿足，心中你得到舒服、平安嘅本意、喜樂嘅本意、快樂嘅本意、天嘅心嘅本意，嗱，所以釋迦這樣要遵從佢嘅命令，相信佢嘅反應，因為佢嘅反應本釋迦得到最好嘅。我相信釋迦世間你喺度啊，思想為咗咁多嘅問題，本釋迦心中你冇得到平安，心中你得到安靜，但係心中你得到勝利。所以釋迦係聽上帝嘅話，要妒忌嘅妒黑，佢本釋迦得到滿足喺心中努力啲。睇人釋迦謙卑嚟到佢面前，聽佢嘅話嚟行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